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2年的6月，新竹有一间轮胎行，互因的细汉后生陈彦祥来放火，有8个亲人受死伫个火窟。去年1审是甲判死刑，不过高等法院今仔日2审是大逆转，改判无期徒刑。这嘛是今年9月死刑实现了后第一件逃过死刑的案件。家属无法度接受，愤怒悲痛，痛骂讲台湾的司法已经死啊！这样的判决，我如何接受？我不能接受！大声话口出声，情绪悲伤，因为因上爱的厝内人2022年6月伫新竹泰雅行的放火案来过往，嫌犯陈彦祥放火烧死8个亲人，1审互判死刑。今仔日2审的结果大法官改判无期徒刑。我请问你，法官，你这种判决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判决？你这种判决对得起谁？对得起我们吗？情节如此重大的罪犯都可以免死，那真的司法死了。今年9月，大法官针对死刑实现就要符合经济上严重的罪，才会当判死。照本案来看，高院认为嫌犯放火要甲爸母做伙死，算是预谋计划，是直接挑工杀死爸母，毋过甲其他的厝内人无冲突，是真爱某囝无杀因的动机。放火了后，佫化工要救因，互认为毋是直接挑工。自首时显露出懊悔、自责等情绪反应，甚至有向警员借枪自尽的情状。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啊！你说你有悔意，你的悔意在哪里？你是演给谁看的？我为什么会相信法律？家属的伤心满腹委屈，敢若会当哭出声，呛声法官、律师无分黑白。昆强检察官上诉夺走8条人命，敢讲袂严重。真的不要废死，不要废死，不要废死！还给我们家属公道，不要再给我们2度伤害。就算专案阁会当上诉，不过2审的宣判嘛，正做死刑实现了后头一个倒死的案件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